各位朋友，我係莊榮發，一個坐住輪椅都堅持追夢嘅普通人。一路以嚟，我用鏡頭記錄生活點滴，分享傷健共融嘅正能量。而家 YouTube 頻道莊榮發主已經有81位訂閱者，202條影片，多謝每一位一路支持嘅你。我想邀請你一齊做呢3件事：一、立即訂閱，撳入頻道俾個訂閱，我等你唔會錯過我最新嘅逐夢故事。2、大力支持，俾個 like， 留個言，你嘅每個互動都係我繼續拍落去嘅動力。3、熱心分享，將我嘅影片每頻道轉發俾身邊朋友，等更多人見到，平凡人都可以活出不平凡。我嘅故事想你一齊見證，無論係生活挑戰、AI 工具分享，定係輪椅族日常點滴，我都會繼續用鏡頭講出嚟。希望透過我嘅經歷，鼓勵更多人跌倒唔怕，最怕係唔敢再起身。即刻搜尋 YouTube 頻道莊榮發主，訂閱加分享，多得你，等更多人知道我嘅逐夢故事。